太陽、月亮和星星。太陽從東方升起，向西方落下。陽光猛烈時，我們要保護身體，免受陽光傷害。在不同的日子，我們看見的月亮形狀都不一樣。在無雲無雨的郊外，星星特別閃亮。太陽、月亮和星星。太陽從東方升起，向西方落下。陽光猛烈時，我們要保護身體，免受陽光傷害。在不同的日子，我們看見的月亮形狀都不一樣。在無雲無雨的郊外，星星特別閃亮。